大家好，我是住伫瑞士的茉莉。今仔日要来读大树爷教会去的第3集尾柳，互大家听。马下元就讲互明，讲观音大师在上，请受地主地面上一拜，爱诚心诚意啦。阿嬷有指示，知啦，拖通有够烦，目睭爬紧向着空中的牌匾慈悲普济，伊感觉怪奇，比即个伊头顶的灰写甲若落草的飞，袂输要飞起来的。拖通看着下骹去，掣一条，叽叫，啊！有鬼啦！因仔人有耳无喙，遮倒位有鬼？阿嬷甲因，你看，伊的面是青色的，头壳顶各插2支角，目睭花白白，伊毋是鬼是啥？拖通行甲倒退后，落掣。即只鬼喙齿来，舌吐吐，红，亲像牙工，有够恐怖啦！拖通甲香等互阿嬷，咪去伊尻川背后壁。戆囡仔，自你出世，我就爱你来拜大树爷伯。看过遮一摆啊，阁会惊哦。咱闽乡引过的地方名叫打鸟，听讲古早的7月时啊，鸡仔会反冷风打乌阴，伊是鬼王来为非作歹，吞踏地方。好佳在观音大师慈悲为怀，甲鬼王收起来，打鸟鸡仔才来平静。免惊啦！鬼王即马是来换普渡的头，会甲好兄弟管理甲好势。阿嬷去梳拖通的头，我看伊遐歹面，手头阁摕旗仔，敢若要野队仔来甲我讲咧。拖通若讲若由阿嬷的裤头，啥物啊？你甲我当做鬼，莫有啦！我的裤要互你有落来啊啦！阿嬷直冷裤，我巴肚痛，阿嬷，我要去便所。拖通咻一声，随踪去后殿外口的便所。拖通伊人行过罗汉山的时阵，手阁去互好的尾柳箍一个。正香的香客拿香炉的香骹擦，放拖通自由去的阿嬷心肝清。观音大师拜好势，阿嬷细心面对庙门拜天公，煞来是后殿的妈祖、城隍爷、土地公，两边的配殿护世开宗圣王陈元光，落尾早去对面礼敬开大尊王郑成功，拖通溜放煞。手洗好，哪行哪跳，转来后殿。斗闹的人是不止啊济，总有浪芳的情形。自头光斜落来，哪亲像好的马柳，弄清净，光条真清亮。内底的烟叶看起来无蓝无呢，煞匀的扣做伙，扣做一块乌影。拖通目睭紧看迄块变溜溜的乌影，按后殿清净的过水输入去开宗圣王殿，好现的拖通就内底。乌影拍伫咧红架度，拖通行我，乌影随称悬，甲辅圣将军的巴肚起咧。拖通3脚步做2脚步去互，乌影随跳去另外迄头，
予伊将军的帽仔顶插一支长尖，乌影着徛踮尖尾，拖通撞过去，乌影各软开，软小门撞入去大殿。拖通划过雨中，转来大殿，怪奇的代志就发生啊！规间大寺爷庙拢无人，伫大殿甲山川门中的内庭，日头光若水冲大港冲落来，白溜溜的乌影才做扑面，一对耳仔扑出来，四支脚骨亲长，个点了。乌哒哒的尾溜球，中口幼毛毛，外头看拖通，你是啥物碗糕啊？拖通问，来摇看卖啊！生甲咱猫有好的爸，汉草袂输好，细粒子干咱猫。喂，你是猫也是好？你讲我是猫，我就是猫；你讲我是好，我就是好。你是咧讲啥话啦？莫甲我骗咯！若无，叫阮大甲阿不离甲你教。啊，我知，你毋是猫，嘛毋是好，因为即两种动物都袂晓讲话。拖通闻着淡薄仔臭破味啊！哈哈，我非鸟非好非动物，毋过我会晓讲话。敢讲你是鸟残好的兰花？伫民常即个世间，我是温顺的猫仔；伫古早的大猫，我乃威猛的生命。你到底是猫也是好？我乱去啊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我知影，你就是阮班查某上喜欢的 Hello Kitty。伊的头是猫，哪人会行路会讲话，毋过有耳无喙。对啦，你就是 Hello Kitty。莫伫遐得高斗菜刀 ，Hello Kitty 是某的，我是公的啦。你讲毋讲，我就甲你当做 Kitty 哦。叫我 Hello 较好啦，你应该看袂出来，我是秘伫生命道下骹的好爷。哦，原来如鸟 ，Hello 好爷，你来找我创啥？拖通问。我有听到你的梦 ，Hello 讲。你有听到？是啊，我想要离开即个无聊的庄脚，去足远的所在佚佗，坐云霄飞车，咻！听讲夭寿刺激的啦，拖通出石榴入去内定。想要去人险死无？哈喽的喙鬚雄翘直直，对，我就是爱人险。敢讲你会当实现我的愿望，拖通微啊笑。对阮生命来讲，带世俗人去人险，正是多点年间简单单。毋过你着爱甲恁阿嬷拆分离，会惊无？哈喽的喙鬚加Q，哼，规个歇热，我去互伊关伫咧鸭母庄，无聊甲要死。阁有一个赤白白的阿嬷，不时咧骂我，不如去人险，拖通插个鸡仔受气，毋惊后悔。哈喽，阁问一摆，我啥物拢毋惊，加惊无聊，拖通随会。好，这是你亲嘴讲的哦，行来去。哈喽，就甲穿骹压悬，开喙消吼。好甲规间庙起赞，声音有影大，拖通甲耳孔踢咧。这时才发现大殿的神尊全无去啊！石炉顶面刻的迄只石龙，喙嘛闭开，内底的煤火烧甲红光光，无偌久火花去，乌金的火燃落来，红酥酥的内底面有光。敢若水晶经那啥 ？Hello， 咱是要去倒位？拖通煞单。
迄个所在叫打鸟，真刺激哦！哈喽，外头音。啥物？你是咧骗三岁囡仔哦？古早的民雄就叫打鸟啊！咱毋是要去足远的所在，你甲我骗，拖通翻巧。袂赴啦，去打鸟的门就要拍开啊！紧，甲我的马溜6条的，夭寿刺激的人险就要起鼓啊！拖通随甲哈喽的马溜6条条，石龙的喙掰开，甲新人做一气吞落去，袂输四骹撒网拆食落腹。大家好，我是住伫瑞士的猫。